咁今日啦，係我啦，陳朗東啦，做一個個人嘅 presentation 嘅。我揀嘅地方係加納，非洲嘅一個國家。咁呢個啦係我嘅 content 啊。我會就住佢嘅歷史因素、地理因素、政策因素去分析一下點解加納會咁貧窮嘅呢？另外，最後會講一講加納而家面對住一啲乜嘢嘅困境。咁我揀咗一篇文章啦，就係講緊加納喺冇咗英國援助之下，究竟佢哋點樣可以抵抗呢個貧窮同埋疾病？咁根據翻《Why Nation Fails》呢本書啦，咁都講出啦，加納嘅貧窮可能源自於佢嘅制度啦，一個抽取式嘅制度。即係乜嘢呢？即係政治同埋經濟制度，主要都係服務一啲精英階層，而唔係廣大嘅民眾嘅。咁首先啦，我會就住一個歷史因素啦，講解一下點解加納會咁貧窮嘅呢？其實喺加納嘅前身呢，佢哋係一個叫做亞散蒂帝國嘅，而且嗰個帝國咧喺18至19世紀嗰陣時咧。佢哋亦都係透過一個奴隸制度貿易咧，去急速擴張嘅。當時呢個嘅帝國咧，係西非裏邊一個最強大嘅軍事國家，而佢哋主要嘅收入來源咧，係嚟自一個戰俘嘅俘虜買賣啦。佢哋買賣嘅對象主要係一啲歐洲人，特別係荷蘭同埋英國人。咁其實呢個奴隸貿易咧，亦都加劇咗佢哋內部戰爭嘅情況嘅。咁都導致咗佢哋嘅政治制度咧更加抽取性啦，權力都會更加集中喺貴族上面嘅。另外啦，其實亞散蒂帝國咧係亦都打輸咗俾英國啦，而俾英國殖民嘅。咁喺殖民時期咧，英國喺呢個亞散蒂帝國咧，亦都建立咗一個抽取式嘅經濟制度嘅，好似一啲營銷局啊，咁啊控制一啲農業嘅價格。抽取農民嘅資源啦，支持翻佢哋城市裏邊嘅精英同埋英國嘅。咁獨立之後，其實呢啲制度都冇變化啦，反而係俾佢哋本地嘅領袖咧去繼續使用嘅，都形成咗一個惡性嘅循環。咁就正如我啱啱咁樣講啦，呢啲咁嘅奴隸制度咧，都會權力嘅集中咗喺貴族啦。咁就算殖民時期過咗啦，獨立咗啦，即係加納正式獨立咗之後咧，其實呢啲制度咧都冇變化嘅，反而咧佢哋當地嘅領袖咧都係繼續使用啦。好似喺1939年啦，英國成立嘅西非可可控制局，咁喺二戰後咧，其實都變成咗一個叫做加納可可營銷局嘅。咁呢個咁嘅營銷局咧，亦都係壟斷咗當時可可嘅收購啦，用一啲極低嘅價格咧，係向農民咧買賣可可嘅，而差價咧，亦都係由當時嘅政府咧直接攞走啦。而黃金咧，喺1939年啦至1945年二戰嘅時期咧，英國咧嘅財務部咧透過呢一個國防財務條例咧，強制所有黃金海岸嘅產金咧，係必須以一個低價咧賣俾英國嘅銀行嘅。咁上述呢啲種種嘅歷史原因咧，都導致咗當時嘅農民啦、加納嘅農民同埋非洲嘅農民咧，同埋你嘅礦工咧嘅得益咧，係遠低於一個世界嘅市場價格嘅。而地理因素上面啦，其實加納係位於一個叫做
基內亞灣北岸嘅，緯度範圍係屬於北緯嘅4度至11度啦，屬於一個熱帶雨林同埋草原氣候，氣溫多雨，濕度高啦。其實咁都促使咗一個熱帶疾病嘅傳播，好似瘧疾啊、黃熱病、血吸蟲病咁呢啲熱帶疾病咧，其實我哋長年咧都流行住嘅。咁有咩問題咧？其實都會導致佢哋嘅勞動力啦情況係會變差嘅，特別係成年人啦，佢哋會因為體弱咧，可能就減少咗工作嘅日數啦。對於兒童咧，佢哋咧嘅死亡率咧可能會提升嘅，間接都令到咧加納嘅人口勞動力咧下降。咁直到啦2000年嘅中期咧，其實加納瘧疾嘅發病率咧依然係高居住呢個世界嘅前列嘅，咁都嚴重降低咗加納嘅勞動力，而瘧疾嘅醫療成本咧係佔咗加納每年嘅 GDP 1至2%嘅，而且另外都透過因為瘧疾啦，令到工人咧缺勤，同埋都會令到工人咧降低咗工作效率。另外，因為佢哋透過因為瘧疾而令到當地人民咧嘅提早死亡咧，都嚴重削弱咗佢哋嘅勞動力。瘧疾每年咧喺加納造成嘅勞動損失，其實都達到數十億啦。特別係影響咗一個勞力密集嘅行業嘅，好似啱啱講嘅農業啦，同埋礦業嘅。咁樣樣咧，其實都加劇咗佢哋貧窮嘅循環。咁喺政治因素底下啦，咁我哋可以見到啦，加納嘅政治文化係呈現出一種贏者通吃嘅模式嘅。咁主要體現喺國內兩個大政黨啦，第一個係全國民主大會黨 NDC，另外一個係新愛國黨 NPP。佢哋輪替執政嘅過程裏邊咧，權力依然都係集中喺一啲少數嘅精英上面嘅。咁呢種精英主導嘅體制下邊咧，有咩問題咧？咁其實執政黨啦，通常會利用呢啲權力去任命佢哋嘅親信，甚至咧可能會將佢哋嘅家庭成員啦安插喺一個職位、政府職位裏邊嘅。咁可能都會滋生一啲唔負責任啊，同埋裙帶關係嘅。咁呢個問題啦，不單止係出現喺其中一個政黨啦，其實另外一個政黨咧同樣會出現嘅。咁呢啲問題會有咩要衍生出咩其他嘅問題咧？咁呢啲現象其實都會進一步削弱咗公共部門嘅治理能力啦，加劇咗腐敗嘅蔓延嘅。咁根據翻2024年嘅腐敗感知指數啦 （CPI），加納嘅得分咧係只係得42分嘅啫，滿分係100分嘅。咁喺180個國家裏邊咧，佢而家嘅排名係第80位啦。我哋睇得到啦，而佢舊年嘅數字咧，2023年咧，其實佢係排緊70位嘅。咁排名啦，略有下降，下降咗10位啦。咁表達咗啲咩問題咧？其實都凸顯咗佢哋嘅公共部門腐敗問題咧，依然存在住嘅，而且亦都係急需要解決。咁加納面對住啲咩困境咧？而家加納嘅經濟同埋政治制度咧，的而且確係一個抽取式嘅政治制度啦。佢哋裏邊啦，包括咗一啲呢啲精英裏邊，包括咗政治領袖啦、商業嘅巨頭或者係傳統嘅酋長嘅。佢哋控制住國家嘅主要資源啦，好似啱啱咁講嘅黃金同埋可嘅，都導致咗佢哋經濟咧缺乏咗一個持續不斷嘅創新同埋變革嘅過程。咁呢種制度其實主要係源自於殖民嘅歷史啦，同埋後殖民時期嘅權力集中嘅。
都阻礙咗經濟包容嘅發展啦，最終令到貧富差距擴大嘅。啱啱新聞都提過啦，我哋都明白到透過呢個 Why Nation Fail，我哋都明白到一個外國嘅援助咧，的而且確係冇辦法從根本上改變一個政治嘅制度嘅，但係佢哋咧的而且確提供咗一個安全網啦，去緩解咗一啲極端貧窮同埋基本需要。所以當我哋知道咗喺2025年特朗普咧正式關閉咗呢個 USAID 嘅時候咧，佢凍結咗所有嘅外援啦。其實咁樣其實都等同於抽走咗加納嘅安全網嘅。喺短期上，加納咧可能會面對一個人因為疾病啦，令到佢哋嘅孕婦啦同埋新生兒嘅死亡率上升。喺長期啦，政府可能因為缺乏資金維持基建，好似水井、學校咁樣，令到同埋加上道路啦，由於冇一個維修啦，都會加速咗佢哋嘅崩壞啦。而由於缺乏援助啦、營養不良同埋傳染病咧，加上種種嘅原因咧，都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啦，令到勞動人口減少，經濟增長咧會進一步下滑嘅。咁都可能會令到更加多嘅人啦陷入一個極端嘅貧窮。就正如呢一本《Why Nation Fails》嘅書咁樣講啦，援助可能冇辦法創造繁榮啦，但係佢可以減輕喺呢一個抽水式制度下人所遭受嘅痛苦嘅。咁我今日嘅 presentation 完畢，唔該。